他就在红泥闹边的研究所。他一直在等这一刻，等这对兄弟重逢，因为只有他们的能量共振，才能喚醒弟弟那架飛船。突然間，外面傳來直升機螺旋槳嘅光明聲，強大嘅探照燈光將酒吧照得好似白晝一樣。迪納醫生帶住全副武裝嘅部隊，緩緩行入酒吧。衛斯理，多謝你。如果唔係你帶他回嚟，我都唔知點樣定位呢架沉睡咗20年嘅飛船。伊萊，過來見見你細佬。迪納側開身，露出一個被金屬框架固定住、全身插滿電線嘅少年。他雙眼空洞無神，每隔幾秒身體就會抽搐一下，放出微弱嘅火花。阿弟，他點解會變成這樣？典力，你對他做了什麼？他是艾利克，我最完美的電力核心。他體內的能量比你強100倍，只要你同他接觸，你們的生物電就會借動弟弟的飛船。去吧，艾利克，抓住你阿哥。艾力克踏出沉重嘅腳步，每一步都喺木地板上留下焦黑嘅腳印。空氣傳嚟一陣高頻嘅刺耳聲，壓到衛斯理要用力掩住對耳。這種聲波好痛啊！伊萊，唔好理迪啦，艾利克已經被他徹底洗咗腦，他現在是一件武器呀。我不會對他動手，他是我的親細佬。艾力克，你醒醒吧，我們是一家人呀。艾力克發出一聲非人嘅怒吼，雙手放出2道粗壯嘅閃電擊，中吻伊萊。吻伊萊被撞飛到牆角，牆壁瞬間被電火花燒融。冇用可跳，他現在只聽我嘅命令。衛斯理，你就喺隔離睇住呢一場人類史上最偉大嘅能量實驗啦。衛斯理強撐住身體想衝過去，但被迪納手下嘅電擊槍擊中，痛苦咁倒喺地上。文伊尼忍住劇痛，搖搖欲墜咁企返起身。我唔會放棄，艾力克，你感覺到我嗎？我們流緊一樣嘅血，我們都是阿爸嘅親生骨肉啊！艾力克再次舉起雙手，更強大嘅藍光喺佢指尖匯聚，成個酒吧嘅木結構開始發出瀕臨崩塌嘅夾吱聲。酒吧嘅木樑喺高壓電弧之下發出陣陣焦微，隨時都會冧落嚟。艾力克雙眼閃住冰冷嘅白光，2道雷霆直奔文伊尼嘅胸口。伊萊，唔好夾硬撞過去啊！他體內耶嗰啲電係迪立用儀器強行谷出嚟嘅，會整爆你火頸。我絕對唔會還手，艾力克。如果你覺得咁樣做會好過啲，你就打死我啦！我是你阿哥啊！文伊尼不但冇閃避，反而迎住閃電一步一步行向艾力克。佢身上嘅特製外衣開始冒煙起火，空氣入面傳出陣陣刺鼻嘅焦味。哈，就是這樣。一來你愈係動真感情，你們之間的能量交結就愈完美。艾利克加大輸出，將它完全吸乾。艾力克，你仲記唔記得迪納以前係點樣折磨我哋？我哋唔係工具，更加唔係他口中嘅電池呀！
就喺文伊尼雙手摸到艾力克臉龐嘅嗰瞬間，艾力克眼中嘅白光閃動了一下，空氣入面傳嚟一陣微弱嘅嗡鳴聲，好似有兩個靈魂喺度細聲對話。阿哥，我好痛啊！救下我！艾力克清醒咗啦，伊里趁現在用你嘅意識去引導佢，將咗啲失控嘅電能引返入去地底。文伊尼緊緊攬住艾力克，兩兄弟全身爆發出一陣柔和但強大到令人睜唔開眼嘅火紅光芒。酒吧入面所有嘅電子儀器砰一聲同時炸開。唔好，我個電力感應器燒咗啊！艾力克，快啲返過嚟！你們唔可以融合能量，咁樣會製動自毀程序討下。迪娜，太遲啦！我阿爸留畀我哋嘅唔係毀滅，係回歸。你嘅野心就係這裡終結啦。地底傳嚟一陣沉悶嘅空鳴聲，紅泥淖嘅泥土開始沸騰，一股強大嘅上升氣流將周圍嘅人全部震開。迪娜發出絕望嘅叫聲，瞬間被捲入咗亂流之中。白素、端娜，快啲退後！那架飛船，它要破土而出了。一架半透明、閃耀住火紅電光嘅碟形物體由泥淖緩緩升起。文伊尼同艾力克企喺飛船頂端，他們嘅身體已經逐漸虛化，變成咗純能量體。維先生，多謝你幫我揾返真相，我要帶細佬返去阿爸嘅故鄉啦。再見。去吧，記住喺多邊做一對快樂嘅兄弟，唔好再俾任何人利用。祝你們一路順風。飛船如同一顆火紅嘅流星，劃破澳洲嘅夜空，瞬間消失在繁星深處。空氣入面某種臭氧味消散咗，大地恢復了平靜。白素，你睇下我個指南針，嗰支針終於指返向北方啦。這場夢終於醒咗。係啊，或者對於佢哋嚟講，呢個地球根本容納唔到咁純粹嘅生命。佢哋終於揾到屬於自己嘅電光之國。2月嘅風吹過荒野，帶走咗最後一點熱浪。衛斯理企喺泥淖邊，靜靜咁望住繁星，陷入咗長長嘅沉思。廣播劇